看有水无？就不跑出来啊！哦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敢知影圣诞节快乐台语要怎讲？圣诞节快乐。正确的讲法是。大哥，我是子安，若是讲到鸭蛋虾，台湾上著名的就是咧新北板桥鸭蛋虾。今日我甲嘟嘟要来遮，分享大家一碗四小仔甲汤啊，希望大家欢喜。咱就出发。哎，啊你今日就穿安尼，无圣诞节气氛啊？分享袂记啊，等我一下。安尼敢会使？赞，咱就出发。你看有水无？就不跑出来啊！我你行行。哦。等，3千2，快点！你要去对？哦，你要去对？耶！圣诞节快乐，嘟嘟！还有你看，圣诞树仔诶，这是细丛的，还是大丛的？哎，你来这，这是咱的好朋友关关。大家好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敢知影圣诞节快乐台语要怎讲？圣诞节快乐。正确的讲法是圣诞节快乐。等下我有准备一个四小仔甲汤仔来炒。真好。嘿，我讲问你一个，你敢知影圣诞老公公要怎讲？圣诞老人。敢若嘛可以哦，我知影是讲圣诞老阿伯。老阿伯。圣诞老阿伯。啊，你家己摕，我唔知你会摕到啥。OK， 啊，你买什么？色诶。不歹。希望恁世界快乐，圣诞节快乐。你嘛是圣诞节快乐，啊，你圣诞节快乐。啊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敢知影圣诞节快乐台语要怎讲？圣诞节快乐，台语没有到。还要教你安怎讲？圣诞节快乐。圣诞节快乐。啊，我准备一碗四小仔甲汤啊，你个讲。好，谢谢。你们情感快嘞，那你叫什么？讲台语吗？啊，你学会我就送你一个糖果，好不好？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快乐。圣诞节快乐！哇，棒！哎，你不包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你摕一粒啊，不是全部摕走。圣诞老公公台语要怎讲？来呀！叫做圣诞老人，还是圣诞老阿伯拢会使？圣诞老阿伯，圣诞老阿伯。哎，圣诞老人嘛可以，拢可以。圣圣诞老阿伯，老人。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。赞哦！圣诞节快乐！他很美耶，多可爱。他叫阿露露露。刚会晓讲台语，你敢知影圣诞节快乐要安怎讲？台语，我教你好无？圣诞节快乐！有。那是加菲猫吗？橘猫，一般橘猫。一般的猫。对。要加。台语要安怎讲？台语很弱。很弱。安尼你敢知影圣诞老公公台语要安怎讲？圣诞哎，老老阿公。哎，听起来好像可以耶。正确讲法应该是讲圣诞老阿伯。哦，圣诞老阿伯。圣诞老人。圣诞老阿公敢若嘛可以，我嘛唔知诶。若是有人知影的，较会使甲我讲。今日我甲嘟嘟来到新北鸭蛋城，拄到这个好朋友，啊，那么教安怎讲台语，啊嘛有互因四小仔甲汤啊，希望因哦算较欢喜，啊嘛有学到物件。今日
就是圣诞节，大家若是有闲哦，会使来遮行行佚佗。玩不离，会使拄着我甲露露哦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拜拜。